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36岁姓吴的查甫人食毒驶车，连弄3台车，造成3个人受伤，已经移送法办。台中办专区运动大会，昨昏比慢速垒球预赛，拄到雷公雨，有投手甲脚者因为场地失淡，全受伤。115学年大学分学的这个入学今仔日放榜，实际录取的人数32257人，录取率有97%，造成名额却是有史以来上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7公司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洪炳珍。今日关心昨下晡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食毒驶车冲红灯，连弄3台车，造成2个大人甲一个3岁囡仔受伤。加载讲这伤势无讲介要紧，警方到场问肇事的驾驶有食毒啊无？伊毋若交出一包 K 他命、喙烂的快胎，阁是验出3种的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就依照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甲伊这个人移送法办。另外，又搁要面对冲红灯等超过12万块的罚单。来，站长，现行犯。队长，等一下，我先逮捕。姓的肇事驾驶坐伫顶下卡，警方接到民众通报车高赶到场，询问驾驶敢有食酒食毒。姓的查甫人遂提出一包5公克外K他命，警方对做快胎也验出3种毒品的阳性反应，又搁是食毒赛车。涉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规定逮捕你。对，1、2、3撞3台啊！昨日下晡4点外车长坐时间，高雄左营新庄路甲自救二路路口，一台红色轿车弄红灯对道边冲出来，先甲白色轿车弄甲西180度，去弄到黑色的厢车，佮弄到咧单倒挂的修理车。肇事的红车规个车头弄甲密密毛毛，白色轿车顶悬2个大人，一个囡仔也受到轻伤。加在送病机了后，拢无啥要紧。不一个肇事驾驶食毒佮弄红灯，对咧上悬罚125400块以外，也当场扣车吊扣驾照，移送法办。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唾液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2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发生事故的路口原地车道多，加在弄到的拢是轿车，而且受伤的3个人拢无啥要紧。警方呼吁，新修法了后，相关的采取拢已经加重，食毒驶车害人害己，毒品千万唔通捌。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除了食毒驶车，其实食酒驶车同款嘛是无被稳准的。代替一个资深的车长，3年来去互掠到2届食酒驶车的记录。新北市已经甲伊公布做是酒驾累犯的名单，不过伊本人是拢无主动来通报，代替也拢唔知影，一直到有人甲检举代志才别空。代替表示讲会阁召开科委会依法来处分。这代替的资深车长何元刚检举出现伫新北市政府114年所公布的啉酒驶车累犯名单内底，违规的时间地点是伫113年7月伫树林区嘉亨路3段啉酒驶车，而且已经是10年来第2摆，验过代替可是唔知影，需要检举了后才开始调查。会开考察会来做调查。如果调查属实，本身是交通人员酒驾本来就要罪加一等，所以这个部分呢，2个部分我们会并同来做加重处分。代替初步调查，当事人承认伫111年甲113年啉酒驶车，而且无按照公务员服务法的规定，伫1礼拜内主动向服务单位来通报。所来照公务员顶届法召开考审委员会依附顶届。代替也证实，过去已经员工啉酒驶车互开除案例，自主通报也有未通报的拢有，就算是非执行公务期间，也阁拢依照情节严厉来定处。酒驾或者是毒驾，要单靠公务人员自主通报，的确会有它的漏洞。我们认为，除了主动通报之外，主管机关本身还要负起管理责任。核心问题是它不是发生在上班时间，那如果是自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看员工有没有要通报，以及公司有没有找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反而应该针对说，那如果我自主通报了，那或者是我没有隐匿，跟我有隐匿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区别，这样。代替产业工会讲，公司应该赶紧来建立相关的制度，除了稳总无通报，应该加重这个罚则以外，嘛要加警察机关来比对查核。虽然代替伫即阵出勤进前拢有对员工先做酒测，不过也是应该建立制度，事先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刑事大队考警队的队长陈冠良涉嫌偷摕民众的个人资料，和已经退休做卖厝中人的一个先辈。刑警大队是加记2支大告免职，检方嘛依照贪污等罪申请羁押禁见。盗取了台湾经典游戏的美术著作、人物设定以及游戏内容，来做成高仿的游戏。接受媒体访问，详细说明案情。伊是不担任刑事局地在大队前一队副队长的刑警陈冠良，进前表现正好，转任台北市刑大了，一直升到考侦队的队长，甲检方长期合作，即马牵涉贪污、涉别等罪。陈冠良甲共犯吴正佑，进前是刑事局金山大队的同事，两个卖厝敢若是师傅甲徒弟。5年前，吴正佑提早退休了去卖厝，敢若是为着客源，委托伊查询特定房产所有权人的个资。陈冠良利用检方对伊信任，用发函查询案件的方式，顺续查目标民众的资料，而且有收钱，要互检方发现。因成员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泄密罪、个资法等案。由刑警大队随即召开考绩会，决议予以一次记2大过，呈报警察局逕予免职，断然淘汰。台北市刑大接到报案，报请北检指挥侦办，15分在几路路去2个人的徛家搜查，查考手机等电子记录，目前青沙发现已经交几路报备的资料给王正佑。我们在整个系统设计上，我不能说我今天因为有权人查的东西都跳出来，可能也许大概多一个询问，就是说 OK， 我可能今天这个目的是什么？检察官可能在受理案件或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指挥侦办的时候，是不是也许可以纳入这样的一个机制 double check 的概念？警方牵涉滥用职权，影响民众的信心。或者讲应该设置防盗的机制，因过也强调，这件案件是特殊个案，并不是常态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一个姓陈的女母去互指控讲伊有苦毒一个4个月大的查甫婴仔，造成这个红婴仔呢脑部灼伤，检方是起诉了后家属头摆来开庭，家属因嘛捌伫咧法院外口开记者会指责女母，专案一审的判决出来，合议庭认定讲，按照这婴仔的详细报告看起来，脑部出血的时间是伫咧案发进前的3天，当时大部分的时间拢是由爸爸妈妈咧顾，所以判女母无罪，专案犹阁会当上诉。细陈的女母去年5月行出法庭，面对记者提问，点无讲话，因为伊方指控讲涉嫌凌迟4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造成红婴仔脑受伤真严重。检方依照妨害诱导发育罪罪嫌起诉了后，头一摆开庭，家属捌伫咧宜兰地院外口开记者会，批评女母，不过即马案情出现更细。鉴定报告是认为说，男童在这个事发前3天的这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的这个可能性不低，那被告所辩并非完全不可采。报告书就指出，经过台大儿童病院儿少保护医疗中心检判，这个查甫红婴仔脑出血时间是伫咧去年代志发生迄时1月13进前3天内，而且这段时间拢是查甫红婴仔爸母伫咧照顾，袂当排除脑出血是爸母造成的可能性。而且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无法度证明这个女母有大力甲红婴仔害，互红婴仔防弄到的事实，所以判这个女母无罪，会当上诉。这个红婴仔外妈无认同法院的判决，因认为红婴仔伫咧1月13进前就有脑出血，是安怎因咧照顾的时阵拢无出现异常，而且迄个时阵翕的影片，红婴仔佫真有活力。伊出来讲13进前的问题，阮12至13的透早，伊俩好好啊，了好啊，阮有录哦，拢有震动哦。红婴仔的外妈就表示，看到判决的结果，心内是真痛，绝对会上诉。因若红婴仔即摆状况，家属表示已经有好小可，不过要是无好带。目前查某囝无头路，专心专意伫咧照顾囡仔，唔敢佮找女母来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先来讲，自本这个月17日展开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16向向宣布确定要缩小军演的规模，主要因为 Trump 不满南韩无愿意加入美国伫咧伊朗气核化的军事行动，所以美方要用缩小军演的规模来表达不满。
美国总统川普伫自家社群平台出social顶头发文，宣布会大幅缩减原定伫17起稿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川普伫答文中透露，伊最近捌问南韩总统李在明，敢是愿意加入美国伫伊朗的气核化军事行动，毋过煞互南韩直接拒绝。川普对盟友毋愿分担美国伫中东战术的态度真不满，嘛变作是缩减军演规模的主因之一。除了南韩拒绝介入伊朗的局势，川普嘛强调家己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正好的关系。伊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毋但是咧向一个对伊尊重、无威胁性的国家发出完全无适当而且充满敌意的信号。佮原参加的军事演习贵松松，而且大部分的成本拢由美国来承担，对过去同意参与这军演的协议无介欢喜。原本预计17到27举行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目的伫强化美韩联军应对北韩威胁的战备能力。规划动员超过18000名南韩士兵，甲差不多28500名驻韩的美军。演练科目包括反无人机、GPS 信号干扰反制等等。这项决定伫美韩军事将领拄召开联合记者会了后，随行推翻，引发外界对美韩同盟的关系甲中东战术外溢效应的关注。公司新闻郑文仁编译。来讲，意大利西西里岛发生重大艺术品窃盗案。这个賊仔呢，趁意大利咧庆祝8月节连续假期的时，去甲一间博物馆内底偷摕4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图。这400图呢，计共就要30亿的新台票咯。警方甲专家是晓疑，这是歹徒因用心计较所设计，即阵当一个全力通缉。警察车驶入去博物馆现场的气氛真沉重。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纳区的博物馆，伫咧8月节连假期间发生真大条的窃案。Il furto è avvenuto in una condizione del museo in assoluta funzionalità di allarmi e di presidi e di sorveglianza da parte dei custodi。外国媒体报讲，查拉布向准闪开防盗的系统，从入去博物馆，甲400国宝级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甲偷走。Da una notizia che sembrava surreale, che nessuno ci credeva, un furto incredibile sulle opere più importanti di Antonello e nella città di Antonello da Messina。这批作品是15世纪文艺复兴的画家安托内罗·达梅西纳画的。查拉布甲圣格列高里多连画的3块插板拆走，佮破坏风弹的图案，佮甲咧画圣母莲子图的双面画板甲偷走。La polizia ha trovato 2 tavole del polittico fuori dal perimetro del museo e quindi sono venuti al museo per portare queste 2 tavole。专家估计起用偷的作品价值上悬8000万欧元，好台票我要30亿。若官方推测，可能是今年初意大利文化部用官价甲安托内达罗梅西奈作品买落来，互乌市的买主去订到。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才去养一寡专业的查拉布去偷这作品。Speriamo che venga restituito in tempi abbastanza rapidi, anche perché penso che le forze dell'ordine si attiveranno a livello internazionale su una cosa del genere, per cui non si lascerà tregua a questi ladri。因为这批作品是同人知，所以无啥有可能会伫咧公开市场来转手。若前几天，意大利的警方才伫咧北部的城市帕马，甲去风偷走的塞尚、雷诺瓦、甲马蒂斯300因家己画名画甲捉到转来，这价值好台票起来差不多是3亿7千万。即马宪兵队已经锁定线索，全面发动国际追击，话声讲要甲西西里岛的国宝全部甲捉到转来。公司新闻4派宣编译。英国解革党党魁法拉吉进前因为一条500万英镑的金流无申报，去互国会调查。顶个月法拉吉甲议员的这部撕掉，遐意见今仔日来进行补选，这选举结果出来，随报讲重新参选的结果，法拉吉伊摕到6成超过这个票数，有顺利甲释出退动来。不过主要对手喜剧演员本佐汤面白族，伊得票率有27%，这嘛是超过各界的预期。Wanted the people of Clacton, the voters of this constituency, to be my judge, not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Britain and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who paint us out to be criminals and bad people every day. So I asked the voters of Clacton to be my jury, and the verdict has now come in.
顶个月是国会下议院的议员，而且就补选拍一场公道式选战的英国极右派政治人物法拉吉，13在这场补选内面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得到22000多票，也主要对手笑开局的演员本所汤伯爵是以9400多票摕到第2名。这场补选内面上受注意的，就是用本所汤伯爵这个角色出来笑开局的艺人哈维。过去几年，哈维不管是参加伦敦市长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拢是以投递本所汤摸一领番仔帽的造型来选，以专门考试政治人物出名。这摆参选国会的议员，伊就捌讲，若是伊会当摕到12%的选票，就代表讲每100个选民内面都有一个甘愿甲票投互生了，敢若是本所汤的太空战士，嘛无愿意甲票投互法拉吉。落尾伊阁摕到超过26%的选票。Remember, there was a national poll just a few weeks ago in which I defeated Farage as to who would make the better leader by the favourability poll 33% to 21%. What do you make of that? 这场真无共款的对决，嘛，互克拉克顿的补选是真受到国际的关注。法拉吉是英国改革党的党主席，在今年5月，伊因为一条500万英镑无申报的钱的往来，受到英国国会标准专员的调查。但是调查还未结束，法拉吉就伫顶个月宣布甲国会议员的职务辞掉，而且佫一摆投入克拉克顿选区的补选。另外，这场补选上大的特色，除了本所汤伯爵以外，都是英国的主要政党决定无要派人来参选，所以拢总有34个候选人竞选，除了法拉吉以外，拢是无党籍也是小党的候选人。另外一方面，法拉吉甲这场选举形容讲是人民对抗建制派，希望透过顶摕到选民的授权，证明家己伫地方同款是有强大的支持。但伊虽然无代表争议结束啊，除了调查就要开复，大家对于几百万英镑无申报的质疑同款存在。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已经4冬多了，双方即阵是阁继续蹦来蹦去，造成上无14个人死亡，45个人受伤。乌克兰伫咧16发动开战以来上界大规模无人机的空袭，直接拍入去到莫斯科。因那罗西亚这边官方强调，因有炸到800只。罗西亚3粒飞弹半暝3点外，直接碰到乌克兰基辅地漂性的炮叉粒测试，因为现场吨大量的车真高导火，烧甲正猛，当场造成至少2-3个人受伤。好佳在因为空袭是发生伫咧半暝，并无造成更较严重的大规模百姓死亡。这个测试伫今年6月中以来，已经去互罗西亚空袭3届，16个攻击规模上大，强要甲数百个单位、数十万本珍贵的二手车、绝版的文献、甲漆盘等等，拢总烧了了。出版业讲，这个测试的历史已经实质宣告结束。Ми живемо в такій країні, що ми кожного дня очікуємо атаку. Ми кожного дня живемо під ракетами, під обстрілами. Кожного дня ніхто. 罗西亚15-16对乌克兰境内13个地点发动轰炸，首都基辅半暝真侪间咧弹空袭警报，包含一个囡仔在内，有真侪位百姓伫空袭当中受伤。乌克兰境内上大钢铁厂嘛是受到罗西亚破坏，拢总造成7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5日当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来呼吁，讲爱将更较侪乌克兰的景点列入去世界遗产的名录内底，来保护乌克兰的文化遗产未受到战火破坏。Більше наших українських святинь заслуговують стати частиною світової спадщини ЮНЕСКО і отримати відповідну увагу, захист, можливості для відновлення. 乌克兰伫这个拜六礼拜嘛，对罗西亚本土发动开战4冬多以来规模上大的无人机空袭。罗西亚拢总受到822只乌克兰的无人机空袭，其中有600只是直接攻击首都莫斯科，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因那互人讲是罗西亚版本 Amazon 的罗西亚上大电商雅吾，伫咧莫斯科南边有25万平方公尺块超大型核心机关受到攻击，全面捣毁。雅吾物流中心今年已经受到累计大约20间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成功互雅吾伫全罗西亚10个上大物流中心其中7个拢已经无法度运作。另外，去互罗西亚控制的顿涅茨克市区内底大型购物中心，15暗时嘛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造成大火，是这个地区一礼拜以来第3间受到轰炸商场。乌克兰今年全面提升远程国产无人机的产量甲攻击能力，即间出动超过800只大型无人机航电战术。
代表乌克兰已经有将战火拍向罗西亚核心地区，甲民众日常生活的能力。关新闻警官评编译。美国夏威夷这边是受到强烈风暴拉拉的扫荡，造成上无1个人死亡，美外13万人，这13万户失电。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目前拉拉已经降做热带风暴，不过也是建议民众尽量匿伫咧厝的，较莫出去。树仔叫强风扇倒伫咧路中央，热带风暴拉拉逼近夏威夷。面临威胁的夏威夷大岛甲毛伊岛有大量的树仔倒去，佮地歹电线，致使规个州捌将近13万户无电通好用。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 It's been a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just trying to. All these trees are down with on top of wires. 风暴带来真惊人的雨量，嘛，互真侪大道路拢淹水，大水加土沙已经淹甲拢无看车路。当局也证实讲，夏威夷大岛已经有1个人因为车祸相关的意外死亡。强风甲大水，佮造成上百栋的人家厝受损。夏威夷州长发布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抢修基础建设。There's been a lot of roads impacted. The crews have already been out to 30 sites. We've had 190 flights that had to be postponed. They'll be rescheduled, of course. And we'll be moving crews out to make sure everyone gets their power back. Over 60,000 households have lost power, at least temporarily. 3 hospitals also lost power, but they have backup generators. They're going to be okay. 就算拉拉已经降级做热带风暴，不过风速也阁真接近飓风的等级，带来严重的大水雨甲强风。夏威夷大岛2间国际机场被迫关起来，取消大量的航班。当局也已经伫真侪间高中来开设临时的庇护所，安置受灾的民众度过这个难关。本新闻台湾人王基聪编译。再来看，这是印尼东部拜六发生规模7.7的大地震，目前当地是拢继续伫咧搜救。有专家调查发现，全世界有4个抗北地界，最近6年来拢无发生大地震，表示讲这个能量拢无透放。因为咱台湾每一档平均会有4件规模超过6的地震，今年已经有摇1届啊，提醒民众这防灾准备随时就要做好。印尼东部的佛罗里斯岛伫15透早5点左右发生规模7.7的大地震，已经有超过50个人罹难。地震也造成至少300栋的人家厝毁损，真侪大失电断线。国家搜救总队已经派出人力前往灾区来救援。Kabupaten Sika sendiri penanganan yang sudah dilaksanakan oleh tim SAR gabungan dari Basarnas dan dari Potensi SAR terdapat 3 korban jiwa, 2 dalam kondisi luka-luka, 1 dalam kondisi meninggal。专家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资料分析，截至8月中，全球发生11件规模超过7个地震当中，规模上大的是6月初7伫菲律宾发生的7.8大地震。原来对过去100档捌发生过地震的引爆带，对比最近6档捌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区，发现4个抗北带。在那个智利的中部到南部这一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阿留申海沟另外就是在那个堪察加半岛到北海道之间，纽西兰的这个南部那个这一带，就是这个4个区域是过去那个能量那个比较没有释放的这个区域。因为台湾东部海峡是15暗时嘛发生规模5.2的地震，深度66.6公里。家己以北的各县市拢有感觉，上大震度出现伫咧宜兰县、新北市，感受到3级。气象署分析，这是引爆型的地震。统计因过发生的地震，台湾6档平均会有4件规模超过6个地震，不过今年目前敢若1件。地震是无法度预测的，所以也是请民众随时就要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2年前因为伊食酒骑车接6岁的查某囝下课，伊互伊的查某囝骑伫咧这乌托邦卡达邦，而且伊是无伫安全帽，结果出车祸，致使伊的查某囝过身。其实这个查甫人过去就捌因为酒驾被判刑吊销驾照，想要告伊死性唔改，连查某囝的性命拢陪惨落。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照酒驾致死罪，判这个查甫10年8个月的有期徒，是国民法官制度上路，2023年上路了后，酒驾致死单一罪行量刑上改重的一例，这案要会当上诉。
白色轿车准备倒弯，另外一边伫行奥多摆技术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直接弄到轿车，互徛伫咧骹踏板的6岁查某囡仔飞出去，摔伫涂骹，送去病院急救不治。警方阁发现这个查某囡仔无戴安全帽，骑车载伊老爸超速阁食酒赛车。代志伫咧2024年12月发生的，去互检方依照酒驾致死罪起诉。经过国民法官审理，重判查甫人10年8个月。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令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而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关键在于被告曾有酒驾前科，10年内再犯并致人于死，因此适用刑法185之3第3项加重其刑的规定。这是国民法官制度伫咧2023年起告了后，酒驾致死单一罪行量刑上重的一个专案，可以当上诉。法界人士就认为，这甲这个查甫人是累犯等等因素有关系。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就表示，最近这5档针对食酒赛车致死的案件，法官判刑平均的刑度3档2个月，这摆当判会当看作是食酒赛车刑度有进步的第一步。国民法官他在判刑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会跟过去职业法官他们在量刑的时候有所不同。国民法官因为都是素人，他比较能够产生被害家属的同理心以及正义感的投射，所以他的判刑多方面会比较倾向于重判。协会就认为，足侪食酒赛车民众拢感觉讲袂防炸落来，也是认为家己无罪的错误观念。呼吁民众，无论是一喙还是一杯，只要你有啉，就袂当赛车、骑车，较免伤着别人，嘛伤着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咧即个月月初到甲8月23办专区运动大会，现场是闹彩彩，毋过有选手就指出，昨伫咧办慢速垒球有赛时，拄着雷公雨，雨落甲真粗，场地做是湿湿，佮澹澹，而且真骨，全造成有投手甲pitch者为着接球，全弄一个受伤。球队时间单会当放弃晋级，嘛批评教练团无拍算停赛，市府嘛无配套措施。大水雨开始了，涂骹暂时搁烂糊糊，毋过选手嘛是爱照常比赛。到第3局顶半场，马达讲出关飞球，手臂的克制甲皮夹为着接球出代志咯。两人为着接球，他个拢做伙靠一个送椅天过来尖。昨日下晡，台中市专区运动大会举行慢速垒球比赛。迄当时是大雅队甲大安队的对决，不过西北雨直直比赛煞无法停，带队领队批评裁判团现清场地都无写比赛，宣布停赛。已经到那个鞋子都已经淹到鞋子了，根本就没办法打了啦。都是因为相撞才停的哦。那时候甲场地已经停了，没有人在打了，乙场地还在打。大安区领队不满，迄当时虽然领先，不过天气已经无适合比赛，甲人反应煞无效，最后球员受伤，敢若会当放弃晋级的机会。其他球队嘛不满，输当时比赛球场分做2场，不过2区的标准煞无同，市府的配套措施嘛不足。因为甲场地在第2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灯了嘛，我其实也有讲很大声，我说那甲场地已经开灯了，为什么乙场地都一直不开灯？对，也是不理，也是不做回应。台中市府表示尊重各场地主审的专业判定，分别判定停赛了后会进行补赛，嘛会照规定甲受伤的球员申请保险理赔，了后会加强审视安全条件，甲完成后天备案。记者综合报道。暑假就要结束啊，不过诈骗集团是规年烫天无伫咧休假。最近有家长就讲收到电信费的这个小单，莫名其妙拢是4078块的一条钱项。尾就发现讲啊，是这个诈骗集团欺骗在国中生，还有高中生，用因 IG 的小号讲要叫囡仔来改因手机的密码，摕到手机的门号甲 OTP 的验证码了后，其实是用这个号码来去买高级游戏的会员，目前知影受骗的已经有188个学生。手机啊，向跳通知写讲加一笔交易，才短3个月，就有188个人收到同款的消息。那消费的金额拢总是4078块，而且这条钱拢挂伫咧手机的小单顶管。诈骗集团其实也很厉害哦，其实他会利用他的这个好友，就是被害人的好友，去盗取这些照片，账号的这个名称也会这个变换一个字元哦，让这个学生看不出来是真是假。那希望说这个学生能够借他这个手机号码跟 OTP 验证码，他就会产生后面这个电信小额的付款的一个诈骗。
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的新出头啊啦！伊是利用假 IG 的小号去接触高中以下学生，甲人讲我的手机去用锁掉咧，小号去用偷走，敢会当借你的手机号码，抑个 OTP 的验证码来解锁。实际上，伊若摕到手机的号码，抑个人的 OTP 验证码了后，煞去开通电信小机的付款功能，伫咧线顶甲人偷买 PlayStation 1年的会员服务。小三也没有给他手机，要玩的话，大人晚上有空才会接他看一下。手机上面一堆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小孩子要是一不小心误触了，就会影响很大了。对小孩子玩手机可以了，你家长或者有一些看护，你要在旁边看到。诈骗集团非法买到会员了后，用比市价更加低方式伫网络把这会员卖掉，用安尼来换钱。警方清查被害人当中，国中生占上济，数例是高中，上后壁是国校啊。因为这学生大部分也未成年，手机大部分拢是白爸母的名，一直到校大寄来，这家长才发现讲代志唔对啊。数位素养这个议题，在08年特康其实都有，可是不见得有这么的强化这样子的观念。非常多青少年其实不知道要去 double check 这件事情。数位化的时代，每一个人拢会用网络，那这青少年要安怎用的安心咧？戴孝明就建议要强化囡仔辨识的能力，那家长嘛要用陪伴甲关怀来代替严格管教，政府相关单位甲业者嘛要共同建立更加安全的数位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过几个月久就要开学咯，115学年的大学分发入学，今仔日嘛放榜啊！今年实际录取的人数32257人，录取率达到97.54%。不过招生的名额32494个，创下历史以来上界低纪录。因若分发了后的欠额，干到有603名，平去年又阁减超过5成。119学年大学分科测验因为风太延期，分发的结果嘛延到17来公告。119学年大学分发入学管道拢总提供32494个名额，平2025年减887个，创历史新低。也若今年总共有33071个考生完成志愿登录，分发了后实际录取的人数是32257个，录取率有97.54%，平2025年关大概1.2%。在这个登记人数呢，我们统计的结果跟去年相较，大概也减少了662位。录取人数呢，也较去年下降了大概240位左右，因此我们今年的录取率就诚如我刚刚在上一张投影片所提到了大概在97.54%。分发了的招生缺额有603个，平114学年度招生的1220个，减617个，降超过50%。也若遮无够额录取的学校，拢总有16间，大多数拢是游客运动，还有艺术类别的科系。也若数理、教育、资讯、工程相关的学科，名额利用率上高，拢超过99%。缺额多的这个学校我们其实也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一些这个考量学校的教学资源的一些这个调整的状况之下，能够来再做一些多元的一些调整。大学招生委员会就表示，招生的名额和录取的人数之间的落差，伫咧过去5档嘛豆豆减少，嘛显示国校甲系所经营的特色嘛豆豆互考生看到接纳，嘛会当互考生真明确选择家己理想的专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方面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顶礼拜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要把总统府各部机要费3000万全部拆掉冻结。总统府烦恼这去影响到已经落订单弱势族群的中秋礼盒。哪位洪巧玲伊是请总统府赶紧公布立法院三读通过，所以一直拢无叮当的5项法律案来换改动。行政院到底有没有释宪的一个空间？大家其实看得就非常清楚了。删减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宪政独立的机关或者宪政的机关，造成它动弹不得。敢要甲今年度总预算案申请释宪，抑个暂时处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做出回应。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去到国会了后，经过351天总算完成三读，也毋过说出原本列的金额是3.349亿，上后壁扣立法院决议减列480亿。除了行政院即期非理性的冲击政府的正常运作，当中的3000万是总统府国务机要费嘛，全部去用抬甲刀。另外，话讲这是以前拢毋捌看过。
嘛烦恼讲这伤害毋但是弱势社会福利，佮包括基层公务员的急难救助，也佮对第一线军警值班人员的年节慰劳。那都已经不足之下，还要删除，我希望说。这几位委员他们回去，他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很残忍的啦。说实在话，你要政治报复，那用其他的方式。赖清德总统他每个月拿50几万、60万的薪水，他如果真的做爱心，他可以自己掏腰包去做爱心。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就是存在于冻结黑赖清德删除对一念之间，我是冻结，他只要一公告，2000万立刻就可以使用啦。提案冻结的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无要接受，爱总统府若要伫遐情绪热恋，不如赶紧公布立法院三读通过选起用按下5项法律案来换改动。尤其立法院7月24日三读通过若被提案的台湾理小成长，也个未来考做的条例。也毋过行政院嘛规划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的成长津贴，嘛真侪界对外表示会按照已经规划好的政策规划来行，可能会无附属若被版本。行政权的傲慢又一桩了他现在要加码，要实施，我们欢迎但是我们希望他回到立法院3读通过的版本。跟行政院目前的规划比起来，它的这个启动金额限未来的出生者，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出生的18岁以下的儿少，那可能还领不到。针对国民党提醒应该尊重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条例，民进党团是强调知影的版本唔来加大好价钱的政策，嘛违反预算法，也个欠缺普及性的概念。认为行政院的版本只会使真正针对着弱势家庭，采1对1的方式，将资源放伫咧弱势顶端，来做到公平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下定润性演习伫咧顶礼拜已经煞过了，不过其进动指出，根据民防法甲防空演习实施办法，演习期间防空避难设施要开放民众会当入去。不过因伫咧演习的期间，有实际上去到 AIT 美国在台协会附近41个防空避难设施，所发现简单有2大会当使用，还有政府就要斟酌甲盘点每一个防空避难设施。这无通入去啊，因为我唔知影要安怎入去啊。实际来到防空避难地点，毋若表示大保条强要落去，但入口伫倒位嘛无清楚。今年的省定论性演习伫咧13结束。基进党指出，根据民防法甲防空演习实施办法，演习期间防空避难设施要开放，互民众入去。不过，因在演习期间实际去到 AIT 美国在台协会附近41个防空避难设施，发现敢若2位会当使用尔。因呼吁台北市府演习莫敢若做交通管制，伫咧演习以后嘛要照实抽查避难地点，敢正经会当使用。人的住宅地下室，因为没有管委会或者是没有管理室，所以他们地下室的产权钥匙在楼上的住户不见得知道。那依据我们的了解啊，其实台北市很多5层楼以下的大楼是没有管委会的，常常它的地下室产权跟钥匙就是直接放在1楼的住户身上。但是1楼的住户如果他只是出租，甚至是没有住在台湾的话，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人知道怎么进去。今年演习嘛，头家加入网络限缩的项目，有在关注民防甲国防的台湾安保协会表示肯定，嘛指出亲像云林县府都有使用Lola Mesh网中网络来做通讯的替代方案。不过台北市作为国家的首都，市府却无提出应对策。民团认为应当要改进，嘛要让民众了解通讯的替代方案。相关的地区嘛要写入去防灾指引，让民众有需要的时阵，通知影安怎应变。不网在某种状况下，在一定的条件范围下，它也是可以维系一定的你的听及通讯的部分。一个是跟家人之间要有约定好这个2到3个紧急的联络点，比如说我们要接受这个国家或者政府的讯息的部分，一般来说你要准备这个收音机。针对台北在演习的时，相关的防空避难设施无照实开放，台北市民防管制中心是回应讲，未来在演习以前的加强宣导，让市民都了解演习的时要配合的代志。另外，警政署7月底嘛做新设的互动式防空避难设施地图，台北市警察局表示会继续检查敢有地点错误的情形。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
顶礼拜，立法院有通过3个公投提案，其中变形公投有通过，引发真侪讨论。真侪人权团体联合发布声明，表示反对变形，认为这项公投唔但违宪，而且嘛违反国际人权义务甲医疗的伦理。更在以人权会嘛发声明稿，表示司法变形无符合人性尊严的保障，认为这唔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目前3项公投案，伫咧中选会估计即个月8月1日会开会，看敢会成案。立法院10时通过3项公投提案，其中变形入法提案以52对51票差1票通过。不过，这人权团体联合发布声明，强调明确反对，佮提出台湾自2009年通过2公约实行法。那将变形纳入法制，直接违反公民以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伫国内法律效力，会甲台湾已经承认的国际人权义务正面冲突。回到宪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其实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我们的宪法的确保障了人民的身体权以及人性的尊严。那这样子的刑法的执行过程，的确会非常严重的折损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人性的这个尊严。人权团体强调，公民投票袂当受权国家实施公约禁止的刑法。另外，以新加坡为例，目前变形欠缺会当系行组织犯罪的实证，嘛点出国际人权法的原则，禁止将人移交到可能遭受酷刑的所在。一旦法令通过变形，将会增加引渡甲跨境司法合作的障碍。检察院人权会嘛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会当理解重大犯罪对被害人甲伊的家属会造成真深的伤害，以及社会对强化犯罪防治、保障人民生命、身体甲财产安全的期待。不过强调，司法变形无符合人性尊严的保障，以及禁止酷刑的国际人权标准。犯罪防治应该建立在有效而且符合人权标准的刑事政策。司法变形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透过公投可以进行社会的对话，还有包括政策方向的制定，这本来就是公投投票制度最核心的意义。民意也可以透过公投来反映重大犯罪恶行以及社会治安的期待。透过公听会，可以透过座谈会，而不是只有交给公投来决定，因为人民的意志或者是相关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法律所设定的框架跟界限，本来就是一个专业与民意的对话。目前关系3项公投，中选会预计伫2日讨论是不是成案。那经过中选会审议通过，将会伫11月28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照公投法2项条件，以最近一届总统选举人数总共1954万8531人为基准推算。同意票必须要达到488万7133票以上的同意票，才有算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顶礼拜5立法院通过了后，送到中选会来审议。今日有环保团体甲人权团体质疑这项提案是滥使用公投制度，认为题目写甲无清无楚，要求中选会就要把这项公投砸落来。公投非儿戏，政客别算计。大声发口号，这个环保与人权团体呼吁中选会，甲立法院10时通过要送到中选会的废除非核家园公投，甲伊动落来。因质疑这项公投的主文，你是不是支持政府使用核电进行经济，以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那题目意思含糊，而且就算最后公投通过，嘛是爱转来到国会的修法定数。因批评这是滥用公投制度，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对，观察现在赖政府的举措，他都要在谈重启核电，都让我们觉得都需要批判了。但是国民党今天也再来一招，我们真的都不知道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蓝绿白这个3党，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政治游戏啊？台湾的能源未来不应该再由政党设计这些充满误导内容的公投题目，也不应该沦为政党算计的工具。提出这项公投案的国民党团对此表示，这项公投提案符合公投法内面关系重大政策创制也是法规的规定，中选会应该依法审查通过，而且强调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正好，电力也是重要的关键。呼吁了中选会秉持着中立独立的立场看待我们的公投案。断力最需要的就是电力。电是不够的，大家都清楚，所以恢复核电绝对有必要，所以非核家园应该把它拿掉，
这个东西让老百姓来决定嘛。根据《公道法》第2条规定，中选会对立法院送交的公道提案，将会审照是不是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复决进行审查，这就要等待中选会委员审议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护迄寡受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台南市社会局结合警方，也有保全业者斗阵设一项叫做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守护计划，针对高风险的被害人，提供一种会当抓伫咧随身无线型的装置。这个只要试落，就当互监控中心知影被害人伊的所在伫咧倒位，而且随报警察。是有一个情人保护的被害人的命运棒在响吗？好，那我现在马上联系哦，谢谢您。接到保全的通报电话，台南市社会局家防中心就随派人去了解被害人的状况。过去家庭暴力常常发生伫咧一时间，被害人永远若要摕手机卡以控的时间都拢无。为着要赶紧甲被害人斗相共，台南市家防中心结合警方和保全业者，提供一个随时拢会当在试一个99的无线装置，会当赶紧甲被害人斗相共。因为我们手机一拿出来，通常比那个体积大很多，所以很容易手机就被相对的人抢走，或者是丢弃的部分。都透过这样的方式之下，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主动的去提供所谓的一个人身安全维护的一个方法。试一个99无线装置，平手机更较细台，嘛更较好藏。一只手就会当饲着饲钮，24小时监控中心拢会当随接到警告的信息，交互社会局协助高风险被害人申请。另外，高龄化社会独居老大人的安全嘛有通报系统加即时照护。外头吼，你也爬去人，话可以就好啊，伊才有一个迄个通啊，有一个通报系统会通啊。它可以借由这个主机上面的紧急按钮，通到我们的招呼中心。然后招呼中心我们有24小时的 call center， 然后他会打电话到这个主机上面来。不需要有任何的话筒，它可以直接通话。台南市社会局就强调，加入科技资源涵跨网络的服务，运用多元社会救助领域，借科技结合社警联防，互防护网会当更加捌，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安全防线。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当有真侪新型的传染病，疾管署研议要修正传染病防治法，新增加配合隔离的时间，需要互患者的公假。不过，针对雇主要怎设定补偿的机制，目前疾管署也有当伫咧甲劳动部、甲相关单位伫咧讨论，看这公假的天数要安怎照无共的疾病占复期落去计算。武汉肺炎期间，因台湾的隔离政策做甲真焦长，维持一站加零的记录。讲到最近拄着广告，也个乌干达发生大规模伊波拉疫情，为着防范其他新型的传染病爆发，疾管署拍算要来修法，计划讲要来新增加针对着特定的传染病，若需要隔离防疫的民众，互因公假。借由之前 SARS 跟 COVID 流行的经验，那会设定第1类跟第5类法定传染病的时候，会有防疫隔离跟防疫假的问题给公假。疾管署讲，即马拍算要来增加的隔离假适用的对象，包括国内第一法定传染病，比例讲起来，亲像出租，也个鸟鼠症等等4项，也个第5类，亲像是新型 A 流、伊波拉病毒、日巴病毒等等8项。讲话学者肯定，因隔离的措施牵涉限制人民的自由。若无法源嘛无公假的保障，可能会互民众无愿意配合，增加社区传病风险。我建议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修法的时候呢，直接就定一个固定的天数，而且应该国际间的这一些接触者对于这个感染者他所制定的最大潜伏期跟他可传染期的期间，制定我们的弹性。若是这请假的工数是要安怎算？而且若定义做公假，若依照劳工的请假规则，劳工迄天的薪水头家就全部拢爱付。疾管署就表示，这牵涉跨部会权责，正式的价别，也有薪水甲补偿制度要安怎来设计。最近会甲相关部会密切来参详，就要等甲规个修法完成了后，才会正式上路。记者综合报道。顶日主计总处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调查，新竹县市每一户去年平均的收入超过200万。另外，全台湾家庭平均会当支配所得121万，嘛创下历史以来上界悬的纪录。其中在新竹市嘛以160.4万摕到第1名。新竹高铁站附近拢是新起的大楼，而且一栋比一栋更较水，边仔有真侪建商的广告。
根据主计总处顶礼拜公布上新的2025年家庭收支调查，去年新竹县市每一户平均年所得收入超过200万。虽然听看去实在互人真兴奋，不过一般民众讲，迄应该是伫科行区上班才有的薪水。新竹县市它太多高收入的工程师啦，那其实一般民众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啊。因为科学园区员工有配股了哈，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没有配股，所以一般老百姓还好了，应该没到那么多了。新竹县市消费蛮高的了，比如一般看吃卤肉饭就好了，一碗现在要上百。跟一般的便当鸡腿便当也要130了。另外，根据统计，去年全台湾家庭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121万，比2024年增加3.9%，创下历史新高。那以县市来看，前两名同款是新竹县加新竹市。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亮眼，更是新竹市民努力与产业发展成果的展现。未来将持续拼经济、拼产业、拼宜居，让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回馈市民。让新竹不只是所得高，更是一座年轻人愿意留下、家庭安心成家、企业愿意投资的幸福城市。也有新竹的民众是认为，新竹这家庭收入高，除了和新竹县市的物价平其他县市更加高，也去县附近新厝的介绍。虽然讲伫新竹科行区上班薪水高，但是要伫遮生活、要买厝，相对也是负担较大的开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个当有愈来愈多人介意饲猫啊，国内饲猫的数量超过174万只，超过狗仔的数量啊。因为即马咱台湾有全国头一个猫仔照护的教育区，甲猫仔友善空间的示范区，就伫咧新北市的动物之家正式启用，想要饲猫仔的人会当来遮看卖。大蕊的目睭，溜咧的骹手，即马愈来愈多人饲猫，甲猫仔当作是动物伴。因应这个趋势，全国头一个猫仔照护教育区、甲猫仔友善空间示范区，伫新北市动物之家正式来启用。养猫的挑战度并没有比较低，因为实际上猫它因为的活动可以全部通在家里面，所以说你可能特别要去注意到说，猫可能躲在某个地方，你可能都不晓得。而且猫并不像狗一样会直接传达它的情绪，例如说它可能心情不好，或者它生病，它可能就躲在角落。食衣住行它都能够先评估自己能不能提供，然后接着我们希望它能够跟猫实际的互动，主人可以知道整个猫它从小到大到它老，它需要整个投入付出很多，然后甚至它可能要打疫苗。根据农业部上新的统计，去年家猫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74万只，也创下厝内饲猫的数量头一届比饲狗更较侪的纪录。若自今年初开始，政府也规定饲猫仔也要去办宠物登记。到即卖为止，阮新北市已经登记将近要18万只的家猫的部分。不管是你去买，还是去领养的部分，一定是要保持一个讲吼，总养袂使弃养。专家提醒，猫甲狗是两种完全无同性格的动物。新北市启用全国头一个猫仔照护教育区，就是希望民众伫饲猫进前，会当先有相关的知识，了解猫仔需要的居住环境，也会当先伫遮甲猫仔互动，先自我评估，看家己敢有适合做猫仔的主人。记者关佑基、王志光台北报道。今仔日甲明仔载，因为有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阁有偏雨，金门、马祖会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